这个就是修玻璃的师傅打死都不说的秘密。如果你家玻璃有这种破损裂痕，只需要把液体涂抹在损伤处，干透后和原来一样结实耐用。而且不管是汽车挡风玻璃、门窗玻璃、家居玻璃，还是手机玻璃、电脑玻璃、电视玻璃，只要是玻璃材质都可以用它解决。你担心质量，我们比你更担心，因为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，没有回头客。你担心诚信，我们比你更担心，因为没有诚信就没有未来，没有新的朋友愿意和我们合作。你所担心的正是我们所担心的，所以请放心，我们很靠谱。